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2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从开始来关心香港地昨举行的屯门公园再光复的行动，因为突发的事件提早结束。不过，地昨暗到今日透早，伫元朗的商场甲马路边，拢有示威民众组织抗议，甚至等汽油弹，演变成暴力的冲突。警方嘛展开清场，逮捕真侪人。 香港元朗的商场内有上千名的民众，伫咧喊口号，也将手机的电器拍开，默哀1分钟，声援反送中运动。看起来正平静，不过外口已经是战场。21暗9点多，伫咧元朗的大车路顶，示威者向警车弹汽油弹，规条车路因为汽油弹4月拢导火，真侪所在路段也互后边的车无法度过。 警方也拿旗警告，防暴警察也开始清场。为就以女子被要求现场搜查随身物品，引起在场人士不满。港警伫真侪所在至少抓了5个人，也有一个查甫人因为甲示威者相冤，被真侪人围野拍，一直到救护人员同大家才停来。 也有2个查甫人日透早，因为被指控不参加清理连农场，加想要攻击示威者，互人拍甲头受伤，血流甲规面。反送中运动继续，香港当地媒体报道，因为九龙巴士把几多遍伫咧示威冲突期间加开班次，在示威者离开。 2个港警已经得到搜索令，会当调九龙巴士的8达通资料加车内录影带，想要测定示威者的交通工具，也过有可能会造成更加大的抗议事件。记者综合报道。 昨下晡，香港民众发起的光复屯门游行，除了强大5大诉求，一个拢未当减以外，嘛抗议屯门公园噪音问题。不过，因为示威者甲警方发生真侪摆冲突，甚至阁烧5星旗，游行提早结束，嘛有示威者互警察抓去。 香港反送中抗争3个月过，街路大满无共款诉求甲标语。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发起清洁香港运动，不过前日佫表示，为了安全起见，只会清扫街区本數。當然，我哋對連儂牆我有個睇法啦。如果能夠可以清理的話，咪清理咯。但係強行清理嘅情況裏邊產生有任何嘅暴動嘅情況出現嘅，咁我都盡量避免嘅。何君堯一早甲支持群眾掃本數，不過拄着民眾不滿，愛伊私斷元朗。 在旺角天橋上，有人主動清理塗骹的海報，元朗站是有10幾位民眾嚟清理條頂懸的宣傳單。執乾淨啲咯，再黐過啊嘛，冇所謂。環灣港鐵站是有掛喙暗的女子掠海報，不滿被襲，一度過殺記者。因為香港民眾本來發起屯門公園再光復遊行，希望改善當地跳舞人帶來噪音問題。 5大訴求，缺一不可。下晡屯門大會堂有示威者燒中國國旗，然後屯門西鐵站也發生警民衝突。遊行伫4點提前結束，示威者向防暴警察噴滅火器、拼物件。下晡5點，警方開始清場，有示威者被抓。 另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在中央政協慶祝成立7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佢講到愛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也算在反送中運動以來第2擺講到香港。另外，也強調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台獨分裂活動。記者綜合報道。 來看體育界的好消息，2019年舉重世界錦標賽，將在泰國帕塔亞舉辦女子59公斤級 A 組的賽事。台灣選手郭幸純挺舉甲舉重總公斤數攏來打破世界紀錄，在這一屆世錦賽摕到2金1銀的好成績。
郭幸顺伫抓举项目以106公斤维持家己的世界纪录，因为北韩的崔孝新成绩是107公斤，郭幸顺只摕到金牌。但随后进行的挺举，郭幸顺拍破家己所保持的世界纪录，压出104公斤，而且以总和246公斤，再次突破家己的世界纪录。另外来看到意大利的拿坡里前几日举办2019世界披萨一人锦标赛，咱台湾代表队摕到冠军。团队伫昨下晡转来，其中代表选手李品仪是这届比赛当中唯一嘛是历史上头一个摕金牌的女性冠军选手。210 台湾。全场欢呼声不断，来自台湾的3位选手代表伫意大利时间19号举行的第18届拿坡里世界披萨七人锦标赛，拍败11个国家代表队摕到冠军。第7名是葡萄牙队，地主意大利队得到第3名。我觉得这一次赢的关键是在于大家团队的合作，然后再来是我们这一次的创意，其实意大利人是蛮喜欢的。这场国际组比赛的选手拢爱做玛格丽特、马里纳拉加创意披萨等3种披萨。台湾选手除了爱克服面积发酵状况、控制茶油温度，还佫发挥创意。因特别选用意大利当地无花果做食材，果然得到评审的耳朵。新鲜的无花果搭配帕玛火腿，它在意大利当地其实是前菜。它会火腿，然后芝麻叶，然后无花果，我只是把它再放到披萨上面去结合，其实有点就是传统去加上传统啦。马丽娜她比的是传统，那就是所有人选手都是比一样的东西，但在一样的东西里面，你要获得最好的评价我是觉得这是比较困难一点。特别的是，75岁李品仪是这届比赛中唯一也是史上第1位得到金牌女性选手，而且原本学是设计。后来因为兴趣才半路学做披萨，伊讲要阁继续拍拼，烘出真好食披萨，为国家争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仔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联合报卫福部伫昨3度释出长照日济放宽喘气服务的门槛，并且外劳照顾适龄等级为第7级、第8级的重度适龄者，卖当申请上济21天的喘气服务，上紧伫这礼拜公告实施，预计会有17万9千人受惠。《苹果日报》台东海边这2天总共捡到36块，价值将近1亿的海洛因砖啊！警方怀疑这批毒品是走私集团伫海外等的，准备开渔船接应，但是未付股就被冲上岸。警方当咧调阅相关画面，追查可疑的人车。自由时报高雄的直播主纠纷，警方专案小组伫昨逮捕双方的直播主连千亿加郑佑仁，将人带回去高雄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侦办。2个人拢拒绝夜间侦讯，2个人关做伙，但因为惊拍起来，警方是告归暝。来看到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先行者苏明先生，伫9月20破病过身。本名号做西条会的苏明，规世人为着拍倒殖民统治的体制咧拍拼。少年时阵因为暗杀蒋介石失败，互人通缉，流亡日本40天。总统选文甲袂少民进党人士，嘛因为苏明先生过身，表达毋甘的真情。台湾独立建国运动先驱苏明因为肺炎大院20号半暝以高龄103岁过身。苏明基金会董事长洪明宏转达在新进程最后遗言，强调台湾一定爱赢，蔡英文爱赢。蔡总统甲领洋人士对苏明离开也拢表达毋甘。伊敢若是讲蔡英文爱赢，蔡英文爱连任，这是伊上尾啊甲阮讲的。他有很多的想法，很多对我们下一辈的人的提醒，我们都会记在心里。苏明本名是廖辉，1918年伫台北树林出世，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二战了后，返来台湾，认为要解决台湾长期以来阶级压迫问题，只有台湾独立。苏明伫1952年因为计划暗杀蒋介石失败，遭到通缉流亡日本。40年了后，才返来台湾。这学生拢讲台湾跟中国无共款，即马这一般民众啊，去讲台湾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真大的变化。
苏炳一生为打倒被士兵统治、被剥削的体制来打拼。伊捌讲，革命毋那是反对，而是要推翻体制。不过，台湾对革命无啥了解，苏炳也认为太阳花学运是台湾历史重要之一。群众路线对咱台湾做主人去努力，但是敢若和蔡总统做。无合理啦，大家拢做。苏炳近几年较少出席公开活动，不过有重要的政治活动，又外当看到伊招牌的牛仔外套甲牛仔裤穿插出现，大写话台湾独立。就算后来主张也不再像早年的激进，犹原受到无同时期的学运分子推崇，将苏炳看作真正的独派领袖。记者综合报道。秋冬季节来临，高雄再度面对着空污的威胁。高雄市环保局透过操作许可合法方式，要求台湾上老的燃煤电厂兴达电厂，对10月开始一半机组停机半年，减少涂炭3.5%。不过，环团质疑电源许可对一届合法1年变成4年，拢无甲环保团体来沟通，过程太过野蛮。季节进入秋冬，高雄空污问题再度引起关心。为着要应变空品不良期间的污染减排，高雄市环保局透过合法许可的方式，要求上老旧的兴达电厂4座的烧炭机组，10月开始一半的烧炭机组必须要停机半年，减碳提升到3.5%。之前只要求一部机组在冬季停3个月，那这一次的话是2部机组在秋冬季节6个月。要停机运转6个月，那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对于我们下个月开始可能进入的秋冬空品不良季节的空气品质是会有帮助的。环保局表示，兴达电厂变更环评审查大会时阵，台电有表示，秋冬的烧炭机组减半运转含减碳3%。不过，环保局认为高雄的空污严重，未当等到开发也是营运才做，必须要对今年开始实施。只是本来电源许可1年1期，即便直接通过4年，引起在地环团质疑。因为高屏是3级空品区，而且是总量管制区。应该要每年都检讨减煤的成效，然后重新的再颁发许可证。可是这样一次就核发4年的许可，我们觉得相当的粗暴。环保局解说，兴达电厂已经定出1、2号机组停业和3、4号转为备用机组的时间，无可能搁合法电源许可，污染袂搁再增加。台电方面嘛表示，希望伫电力供应和环保之间会当平衡，10月会先安排2座烧炭的机组停机，减碳3%提升到3.5%，原则上嘛会配合。记者李小文、陈显坤高雄报道。顶个月，胜利汇轮扩大造成布袋港污染，这嘛是嘉义县3年来第3件汇轮扩大意外。为着防止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嘉义县政府加开巡视联手合作，伫布袋港举行演练，要来强化相关单位的紧急应变能力。8月1号，伫嘉义县布袋扩加的胜利汇轮，8名人员从成功救落来了后。船顶8.1吨的油后来嘛全部抽好了，并无造成海洋环境的污染。但是伫环保局的修正之下，也是针对汇轮2架的老油，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处罚2张总共60万的罚款。那海污法它的罚则大概是从30万到150万。我们是针对8月2号跟8月3号了哈，因为这2天8月2号它。早上我们去的时候，它开始已经有油味很重，那这个油味看起来似乎是柴油味，然后现场也没有任何就是一些防止油品泄漏的相关的应变措施。岸巡人员驶着船，伫海涌真大的状况下救援落海的民众。嘉义县环保局甲海巡署第4岸巡队，为着要加强海上救援甲海洋污染处理的能力，伫布袋港举行联合演练。总共动员18个单位，170个人共同来参演。嘉义县的牡蛎产量占全国40%以上，一旦海域发生污染，将造成海大的损失。据统计，重大的海难事故多发生在6级以上的海象。今天的演练刚好遇到东北季风南下，瞬间阵风高于7级，非常接近轻度台风的下限。嘉义县政府表示，这3档拢捌有汇轮扣加，
如果海南有的事件发生，相关单位密切的配合，才会当减轻污染的影响，减少人员的伤亡。所以加强整体救灾的能力，才会当降低海洋环境甲渔业经济的损害。记者林伟霆加以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南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伫昨下晡发生规模5.6个真浅的地震，而且震央距离首都那拉只有30公里，造成至少80个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国防部表示，这是当地20至30年以来上强烈的地震。蒂拉纳甲海岸城市拢受灾严重，真侪建筑受损，更到大楼规栋被震出壁唇，壁唇对楼顶一路延伸到地面。头一件地震发生了后，接落来阁发生2届的地震。目前得到的消息，至少有80个人寻求医疗协助。继续来看到，伫印度有6个人因为啉到假酒死亡；伫墨西哥发生火车烧弄的意外。另外，伫伊拉克有小型的爆炸，那像和伊斯兰国抗炸弹攻击，造成乘客1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民众相信甲互相揽咧靠，伊拉克卡尔巴拉当地20号暗时，一台载着10多名乘客小型巴士强强爆炸，造成10多人的死伤。警方调查发现，是一名乘客落车进前，伫座位下面放着一个下着炸弹的袋仔。听讲伫经过检测站的时阵引爆炸弹，因为卡尔巴拉是什叶派的重要宗教圣地，警方怀疑这是伊斯兰国针对百姓的攻击，搁爱进一步的调查。镜头射去印度，又搁发生民众啉到假酒的意外，造成北部的城市德拉敦有几个人死亡。बताते कि 3 डेथें कल हुई थी और 3 आज भी अब कॉज ऑफ डेथ क्या है वो एग्जैक्ट पता लगेगा। लोगों का मानना है कि शायद शराब की वजह से हो सकता है। 在印度，因为高酒价销真贵，真侪人是买不起，就违法假酒来卖，造成消费者死亡的案例是常常发生。今年2月，印度的阿萨姆就有300多人因为啉到假酒死亡。刚刚发生公共安全意外，还有墨西哥当地19号下晡，一台送货物的火车经过伊达尔戈的诺帕拉的时阵，互抢匪用路障逼到停车。抢匪爬上火车抢劫了后，后壁送货物的火车未负打洞啊，造成对撞，互31个车厢爆裂，引起大火。好在在当地警方甲军人紧急赶到位，甲火拍花，马甲伤患送病院治疗，无人死亡。记者陈世彤报道。来看到，昨是921大地震20周年，台北市伤亡上惨重的东青大楼自豪讲，这20年来已经豆豆对痛苦行出来。政府嘛甲每年的921定做国家防灾日，内政部今年阁出册，透过纸本传承经验。民国88年9月2日，半暝1点47分，南投县集集发生规模7.3浅层地震。这惊人一冬带走2454人性命，5万间厝全倒，5万3000多间厝半倒，真侪人家园破碎，也是台湾人永远会记得的集体记忆。刚好在睡梦中嘛，很多衣柜、衣架，然后花瓶都倒掉了，其实蛮震撼的。你几岁？我印象中好像16、17岁。你知道921地震吗？有听过吗？没有。现在。民众张先生带着读小学的后生，伫国家防灾节活动中，教下一代安怎面对天灾。921改变台湾对地震救灾、甲山坡地防治的重视。内政部将地震损毁记录甲省书出版20周年纪念专册，传承救灾经验。台北市伤亡上惨重的东青大楼自救会长陈建华，即马已经是头毛白苍苍。国赔诉讼案家庭起前10年的流离日子，想起来也是真悲伤。当时我的母亲跟我最小的弟弟都在大楼往生，重建的路很缓慢，也很挫折，也很悲伤。中部有亲戚有家都去住再回来啊，都这样，是很辛苦的。921改变受灾户人生，陈建华讲，伊后晓去决定小性命，苦难已经过去。不过，伊也希望国家不只是出版专册，对建筑无平时都应该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底到合一选举合并公投举行，出现不少投开票混乱的现象。为着明年大选会当顺利进行，中选会邀请300位民众演练投票过程，卖伫演练过后进行检讨。为了避免去年9合一选举并公投拿投票拿开票的乱象搁发生，中选会21号邀请300位民众进行投票模拟演练观摩会。除了模拟民众正常排队投票，也穿插突发状况。那不投啊！我选了啦！哎，今天怎么是我选票？我选票，不能是。民众跳跳选票，在场选务人员紧紧排队，为的就是无要让民众投票过程受到阻碍，耽误时间。参与模拟的民众期待去年大排队的情形莫搁发生。对于这个真的实际投票的时候，状况会不会有比较顺利一点的？应该有帮助吧。我们先模拟选举一下，那到那天一定会很顺利，会很成功。去年大选中选会内部投票模拟，平均一个人完成投票需要2分10秒，这摆经济记者实际随机抽样，大约要2分到3分20秒。去年的情况可能跟今年不大一样因为去年是除了9合1的选举之外，还并公投一起来举行。在今天的这个演练之后了内部在进行检讨大概我们也会订定一个参考的标准，希望各县市呢都能够掌握这个时间。至于未来敢会当搁压缩民众投票时间，李进勇话讲伫保留，也阁希望照着这一摆大型演练，找出选务欠点进行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是药署宣布，针对胃药和可能致癌成分，总共38种的药品，要伫后礼拜一进行全面性预防性的落架，等检验确认合格了后，才通搁上架。药署将会计顶悬的问题胃药拢总摕落来，因为卫福部药署20号暗时宣布，只要胃药成分含有可能致癌的雷尼替丁，佮叫做 NDMA， 拢总需要进行有风险的落架，等待检验确认合格了后，才会当搁上架。昨天陆陆续续一直接到那个 PCM 国际稽查的这个组织有发布一些那个讯息给我们，也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药署表示，经过清查了后，问题药品除了散位的摩伊定75公司之外，也佫包括了吉卫服饰、智溃定日摩伊定300毫克、溃克定摩伊定150公司。固胃智溃摩伊定、甲升达胃恩利摩伊定75公司等，拢总38种的胃药疑似含有致癌的原料。它会抑制胃酸的分泌特别针对有胃溃疡或胃食道逆流的民众，他会使用这类的药。然后特别假设今天又恐慌又停药，可能会造成他的症状更加的严重。药署提醒民众，若烦恼食到有异类的胃药会当先咨询医师，也是药师敢是爱需要换药千万唔通随意停药。药署强调，已经要求各药厂伫后个月18号前回报自主检验的结果，并且伫后礼拜一23号前完成落架回收。若无，相关会当重罚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根据环保署统计，去年全台湾被乱弹的粉屎数量大约有80亿，对环境危害非常严重。响应世界清洁日，台东县环保局9日1嘛来发起扣粉屎行动。200多位台东的民众提着矮水桶，伫台东市菜市仔周边巷仔街路扣涂骹被乱弹的粉屎。壁角甲水沟是上定被弹粉屎的区域，民众看到扣起水沟内底一支一支的粉屎，特别是学生对乱弹粉屎造成环境污染感受上深。希望大人不要再抽烟了，这样会造成地球的困扰。民众沿路扣粉屎，也毋过边仔也是有民众随手弹粉屎，形成强烈对比。台东县环保局统计，去年开发乱弹粪扫有3444件，其中有将近3000件都是乱弹粉屎。若是影响台东发展观光的形象，更开始造成环境污染的连锁反应。他们可能不知道，小小的一个烟屁股，其实对我们环境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然后这个经过食物链，其实还是回到我们的身上来。台东县环保局这一摆号召民众扣粉屎，无到1点钟就扣了2.5万支的粉屎，数量惊人。环保局表示，今年到8月底为止，已经开出1600多件乱弹粉屎罚单，会当处1000至6000的罚款。呼吁爱部分的人，就算无法度解粉，也唔通乌白乱弹粉屎。记者综合报道。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北部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华东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咱再会。